詠春由清代伍梅師太所創，特點在於配合女性及較細小嘅身形，就算係面對比自己強大嘅對手，以出手快、狠、準、攻守同步對敵，練習黐手鍛煉反應動作。師承葉問嘅劉功成師傅，徒弟徒孫無數，遍及世界各地。詠春由清代伍梅師太所創，特點在於配合女性及較細小嘅身形，就算係面對比自己強大嘅對手，以出手快、狠、準、攻守同步對敵，練習黐手鍛煉反應動作。師承葉問嘅劉功成師傅，徒弟徒孫無數，遍及世界各地。詠春由清代伍梅師太所創，特點在於配合女性及較細小嘅身形，就算係面對比自己強大嘅對手，以出手快、狠、準、攻守同步對敵，練習黐手鍛煉反應動作。師承葉問嘅劉功成師傅，徒弟徒孫無數，遍及世界各地。